钓公钓马请木诶，钓的妈妈就会产卵呢，钓的爸爸色彩动欢喜。伊也着爱夹夹浸到木的来铺卵，等条子出卵后，钓公钓马就去问清晓浸木的去读书钓。我也得爱本条子最大嘅刀。哦，叫吉他的呢？我记到条子都木度走来走去，跳上跳下，都唔会撞到东西。哦，矮啲咧。读书钓带等钓公钓马两公婆，去请用国钓爸爸。对。呀，咱们夜幕嘅一电台，嘿嘿嘿，演当我吼，就系演嘅木当哦。哇哦，很远哦！哇，很冲出去到摇篮渡空哦，记到西部咧应该会冻到伊啦。是讲都嚟按部石头。我吃到很寒咯。很得人惊哦。既然不啊，佢两公婆南黑黑来睡木哦。天意早晨。也对钓公钓马清明无呀一定太嘅木嘅呢，伊也着要去寻读书钓。我也得爱本小学嘅最安全嘅木嘅。嘿啦，听错哦，我要一定照顾嘅木档哦。哦，安样啊？好。读书钓啊，真紧少嘅一件，一定照顾嘅木嘅。是讲。我头哪很紧哦。老公啊，我肚子很重啊，我钓唔赢嘅啦。下後，佢也着要翻嚟去下件木嘅，又會踢草，又會踢盒，盒死佢也着起嘅木嘅，上來都難咯。清明，我也得所以前黑咯，我也得一木太細嘅木嘅超好。我肚子，我生卵了。给住廿件事呢？你也得知道廿件木嘅好木呢。今日钓公钓馬兩公婆入新屋，釣嘅媽媽生嘅四粒卵，釣嘅爸爸知道，一屋下人做親氣強下，真見喊站啦。